大家好，我係本年度家社社長 5K 班鄧子涵，好榮幸可以同大家分享書籍。本年圖書館嘅主題係最愛書中人，而我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書中人就係《圍城》呢本書嘅主角方鴻漸。方鴻漸走入感情、婚姻、社會嘅圍城，最終永遠嘅將自己困住喺自己一手造成嘅圍城之中。作者錢鍾書唔單單係刻畫咗方鴻漸呢一個人，更加將方鴻漸變成咗好多人心中嘅一塊鏡，因為佢嘅一生如同呢世上好多人一般，喺唔同嘅圍城之中，點都揾唔到出口。睇完呢本書，我諗只有除低似孔乙己一般嘅長衫，放低體面，先可以打破走唔出圍城嘅結局。呢本書係人生嘅諷刺，現實嘅感傷，希望大家可以到圖書館借閱呢本書，走入書中人方鴻漸嘅人生。以下係 Dear Time，Enjoy。